所有的时代来临，婚临死后的飞沙国中引进着教学的机器人，陪伴学生来学英语。讲未来资讯课嘛要来加入着机器人来教学，希望透过机器人来增加着学生读册趣味。 四湖飞沙国中今年伫婚姻馆109年度学习辅助、校务评鉴以及百年各中组的学校课程计划审查等等，考评拢摕到好成绩。其中校务评鉴的课程教学这个项目内面，学校规划要将这个教学机器人凯比引进学校，陪伴学生学习。 校方表示讲，当初会有这个规划，是因为发现后来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唔是真理想。 甲台南大学研究了后，决定引进这个机器人，希望讲会使透过科技产品来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人跟人的英文的对话，孩子会恐惧；但是人跟机器的对话，孩子会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机器人不会笑我们讲得不好。 在婚姻县政府的支持下，这学期5台机器人凯比已经加入校内英语的教学。 然后结合我们所谓的那个电子书，然后做互动。那未来因为刚好我们的凯比机器人里面有一些程式实验室可以做搭配。所以时代来临，在生活中各方面拢在科技产品的辅助下，增加未少的效率。期待这5个机器人会使帮助这学生提升学习的效果。